连续4年，台湾十大性加情感教育新闻宣布，2023年十大新闻出炉，其中 MeToo 相关的新闻就占一半。竟然有差不多56%也未结婚的，事实上是真想要结婚、想要生囝，不过是找无对象、经济歹，这是今年排伫咧第1名的新闻。 台湾去年逼出真济MeToo的争议，加速性平三法的修法。性教育协会甲华人情感教育发展协会指出，这是台湾性平运动自同性婚姻合法了后新的重要成果。不过比起修法，更较困难的是文化的改变。 包括如何改变过去纵容加害人的文化，真正在校园、职场、社会建立性别平等意识。 MeToo 的争议嘛显示性平意识的不足，两个协会拢认为，除了立法约束以外，嘛要讨论教育的层面。伫即卖课纲落实适合学生的情感教育甲性教育，能够实践课纲的条件，我们需要政府给予支持的环境，能够去促成。 2023台湾有13.5万人出生，搁再创新低。台师大助理教授高尚敬表示，政府抢救少囝化20年煞无效的主因，是政策干那注重减轻育儿家庭的经济负担，煞袂记咧关注无结婚的族群。即马就必须要紧正视少囝化背后的文化差别，导致我们台湾少子化不是大家不生，能够生都生了，而是什么？结婚的越来越少。 56%也未结婚的人想要结婚生囝，却因为找无对象、经济条件不俗，少囝化恐惊会愈严重。即马正做2023十大性甲情感新闻的第1名。学者讲，无结婚生囝嘛无法度谈恋爱的人，就要为学习经营健康的亲密关系开始。记者综合报道。